花市在地新闻，在地人，在地情。粉林拿来落水溪博坎的3号水门，是看日头落甲看山景的好所在。拿来乡公所甚至发出着口号，讲去阿里山看日头出，到拿来看日头落山。北北公桥新起好的步道，栏杆话是纸板碟表现出当地特色。徛伫步道顶面，会使看到中华南投甲嘉义的山脉景观。八卦山脉彰化县的，好站在同一个地点。然后我后面这边今天可能雾比较多了哈，这是南投，这是中央山脉。然后在我的左手边这边呢，好，这是整个哈，这是阿里山山脉。这是粉林拿来落水溪爆发的3号水门，三面是山，有一面是向出海口，这是看夕阳的好所在。到阿里山看日出，到林内可以看日落。它这边就是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色。进前水门附近，因为无伫管理，环境较垃圾，即马起好一条步道，有真侪乡亲来这散步看夕阳。乡公所阁特别伫步道顶面设太阳能光棒，除了有安全提示的功能，到暗时看起来真水。远看过更加会使串联另外一边的车路，有浪漫的吊灯，打造出拿来乡散步的新景点。